近年最流行嘅減肥方法之一，一定係168間歇性斷食。支持派可能會話，只要限制食嘢嘅時間，唔使計卡路里都可以瘦。甚至有人會話可以改善血糖、延長壽命，甚至係加速燃燒脂肪。但係問題係168斷食究竟係科學，定係只係另一個減肥神話呢？今日我哋就會用最新嘅研究去拆解。如果你係新朋友，我叫做 Hebe，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。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，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。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，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。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！所謂168，其實即係每日有16個鐘唔食嘢，淨係留返8個鐘嘅進食窗口。例如係晏晝12點先食第一餐，而喺晚上8點之前完成最後一餐。其他嘅時間只可以飲冇熱量嘅飲品，例如係水、齋啡、無糖嘅茶。最重要嘅一點係168並冇規定你食啲乜嘢，而係規定你幾時食。支持者最常見嘅講法係斷食16個鐘之後，身體就會進入燃脂模式。聽落去好似好吸引咁，但係真相又有冇咁簡單呢？研究發現，斷食期間的確會增加脂肪氧化，但係身體全日燃燒幾多脂肪，仲係取決於總熱量平衡。2022年嘅一篇研究發現，喺相同熱量限制底下，168斷食組同一般熱量限制組嘅減重效果非常接近，兩組體脂下降嘅幅度同樣相近，見唔到168有額外嘅燃脂效果。部分嘅研究亦都發現，時間限制飲食有機會改善胰島素敏感度。喺超重同埋代謝異常嘅人士上邊，部分研究觀察到糖化血紅蛋白有輕微嘅下降。進食時間比較規律時候，部分受試者嘅血糖波幅程度亦都比較少。好多人做168，第一個犧牲嘅就係早餐，但係早餐又應唔應該被取消呢？可能未必喎。研究顯示，早餐本身並唔一定會令人肥。相反，部分人士食早餐之後，佢嘅飽腹感會更加高，食慾會更穩定，蛋白質嘅攝取會更加充足。尤其係老人家、青少年、運動人士，佢哋都未必適合長時間空腹。咁到底168可唔可以改善代謝健康呢？呢個迷思其實半真半假。近年嘅研究發現，時間限制飲食確實有機會改善血糖控制、胰島素敏感度同埋血脂水平，尤其係超重人士嘅效果特別明顯。但係並唔係所有嘅研究都有一致嘅結果，部分改善其實嚟自體重下降嘅本身，而唔係一定係進食時間造成嘅。168並唔係人人適合，以下嘅人士應該諮詢專業意見：孕婦、哺乳媽媽、飲食失調患者、糖尿病患者、正接受藥物治療嘅人士。如果強行斷食，可能會出現低血糖、頭暈、暴食、營養不足等等嘅問題。所以168斷食最大嘅迷思就係，佢並唔係魔法，亦都唔係騙局。現時科學證據顯示，佢的確有效幫助部分人減重，亦都有機會改善代謝健康。但係同時間，佢都冇證據證明佢擁有神奇嘅燃脂能力，亦都未必比傳統嘅熱量控制更加優勝。所以最適合你嘅飲食方法，從來都唔係最流行嗰一種，而係你能夠長時間堅持嘅嗰一種。
呢個 channel 主要係想分享一啲日常生活當中都可以加入嘅一啲健康小習慣。睇到呢度嘅你其實已經好叻，願意勇敢咁踏出改變嘅第一步，透過持之以恆嘅毅力，再透過健康福利嘅威力，踏上健康自由之路。留言講低你對減肥嘅睇法，我哋下集再見。